请问老文聪，若送你一支番仔火，番仔火就是华语的火柴。啊，若是台语讲的番仔油，讲的是柴油还是煤油咧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番仔油。来，糖啊吃啊哦。三，糖啊吃落去。2、1，你应该知。番仔油。煤油。煤油。哦哟，哎，足有自信呢。确定。确定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煤油对唔对？哦，万利哦。厉害厉害！分数啊，加一个。有一定的蛮力哦。这个番仔油哦，咱台语有另外一个讲的叫做臭油啦。臭油。咱古早吼用这来点灯火啦，所以迄当阵迄种灯火咱就叫做臭油夹。因为你点落以后有一个不好的味啦。所以咱就讲迄油叫做臭油啦。啊，这个柴油咱就台语就讲柴油啊，就免去讲番仔油啊啦。所以伊的台语名就叫做臭油，伊就是华语讲的煤油。